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1月30早起新闻，我是麦松莹。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呢？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立法院三读通过学生辅导法修正案，增加能力的编制，还阁有台语。未来国小每20班、国中每12班都会配一个专辅老师。未成年的学生若准需要咨商，唔免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嘛会当进行。联合报。台湾咧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长照3.0的计划明年就会出来。未来照顾轻度、中度失能的人会用长照基金，也若中度失能是会用长照的保险，预计这保费可能会足悬。中国时报。台北捷运公司决定票价无要调整，也毋过老顾客优惠会对即马的7折到9折，减做是85折到95折。也若1200块的订机票是继续维持，预计明年顶半年就会来公告实施。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有台铁的员工指控人力资源处长吴俊霖是甲人霸凌，就算这集场霸凌调查处理委员会做出霸凌成立的决议，落尾这个吴俊霖只要提出申诉，台铁另外开会，到尾啊就会来并盘。台铁产业工会是来指控讲，这台铁根本就是咧食案。台铁人力资源处是因为员工指控遭到处长吴俊霖剥夺授权机会，煽动远端办公系统的权限，无同意调动甲职压，无配实价单这对待，向台铁公司提出伫工作上受欺负的申诉。112年工作欺负调查处理委员会做出欺负成立决议，因为吴俊霖不服结果，也向台铁申诉。公司另外开申诉处理委员会推翻工作上欺负的决议。去年6月起，向台铁申诉我的主管对我职场霸凌。直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半了。台铁从一开始说会公平公正处理，到后来一整个过程都荒腔走板，违法的程序来推翻原本职场霸凌这个调查的委员会的相关决议，然后也不告知这个我们的当事人决议的理由为何。台铁产业工会批评台铁这案根本是违法，另外开庭书来解套。吴俊霖是发出声明，讲因为台铁改制公司化前后，面临业务能力转换这条件，较相关人员调动的考虑。另外，请假单是因为职务代理人有变动，需要定上，不是欺负。对于这个工作上欺负案件，台铁回应，本来双方当事人都有依照救济管道提出救济。如果他们对于那个调查委员会的结果还有意见的话，当他们可以依相关法令规定，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但是发生了后，有媒体报道，吴俊霖曾经转调到国发会，国发会对此已经认清，台铁公司正立案调查欺负的传闻，所以相关人事庭书暂缓来办理。台铁产业工会呼吁交通部长陈世凯、劳动部长洪新汉，也要求台铁公司合法落实工作上欺负调查处理委员的决议，也呼吁国发会应该拒绝这层人事的调动。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霸凌案中政务处长卢建德是来说明初步调查的结果。目前，加这社保司姓刘的司长，也阁有保护司姓林的视察是拢调离开即卖职务。其中，这个姓林的视察呢，是因为牵涉到言语的攻击，而且霸凌情节重大。目前是咧等待调查，按算2礼拜内就会有结果。这个月2日，卫福部针对霸凌案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而到卫福部出面来说明初步调查的结果。调查对象当中6个人，其中保护司姓林的担任视察，涉及霸凌的情形是真严重。灵性视察，它比较上就是说有一些言语上可能会涉及人身攻击，而且这个不光只是一位，这个事证相当清楚而明显。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采取这一个立即调离现职。卫福部讲，卫福部的主任秘书兼社保司的姓刘的司长，过去做健保署台北业务组的主管的时阵，洪投诉，正正因为问卷调查和访谈无同，洪调离社保司的司长，伊嘛自称休假来配合调查。另外，社工司姓苏的司长，正正并无具体霸凌的行为，但是有涉及情绪管理爱检讨，洪要求请假。同款是社工司的姓王的担任官，涉及霸凌立案调查。健保署姓陈的副署长，并无查到有够证据来证明伊有霸凌，但是有疑似毋是本人批公文，这种不当行为都要持续调查，嘛方要求请假。保护司姓林的担任视察，因为讲话涉及人身攻击、霸凌的情形严重，方调离现职。国会姓长的主管因为涉及行为无具体过了解。现在目前是6案嘛，那其实最近又陆续又新增加案子，我们不会
允许，也不会纵容。我们一定是零霸凌。卫福部讲，烦恼当然因为霸凌案的调查，会去想到过去正歹的工作经验，可能造成急性的情绪压力，开始实施工课场安心计划心理急救机制。另外，相关定处含调查，暗算伫2礼拜内就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纪录片国有器官是咧描写中国甲人摕器官的代志。这影片伫咧台湾放送了后，嘛传出恐吓事件。台北市议会今仔日要来报纪录片，嘛传出有人呛声要来杀人。也那市议会是决定会照常来放送，警方是安排51位人手来移持治安。海报顶悬写全台勇气家营拒绝中共恐吓，纪录片国有器官内容牵涉到活摘器官，吸到中国敏感的神经。10月伫台湾爆出了后，发生真侪恐吓案件。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3日要伫市议会播放影片，不过传出有收到叫李鸿山的恐吓消息，表示讲要入去议会杀人。看一场电影啊，还要被恐吓，这个描述中共是现代的纳粹。他给我们的回应是枪跟子弹，这是给真善美戏院的。明天下午我们正式播映，而且会播好播满。假冒李鸿山的先生这位人，你最好是敢来看看是谁敢这么大胆来恐吓我们台北市议会。案件也表示，对方伫网络表单登记10个人，已经把对方的报名取消，予其他人替补，绝对无用阮恐吓的言论，伫台北市最高议会发生，而且二倍都已经提过。周边大概有43名的警力，市府保大的诸卫警有8名，大概有51名的警力，来守护这个我们议会，包括这个播映活动的圆满顺利完成。警方表示，对方23伫网络顶留话，民代27报案了后，就随报车北检指挥侦办，调查表单顶悬信箱留话相关消息，通报予刑警大队甲刑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来侦办。案件也表示，进前都有邀请市长蒋万安做伙来看，不过市长无回答来，还是无爱来，所以会阁甲市长蒋万安来邀请做伙来看。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意外又搁再来发生，这是台北市民权东路的一个四段，也搁有光复北路的路口，昨发生公车相撞的车祸。这驾驶呢讲是因为感冒细心，唔才会弄到4台奥多拜，是造成3个民众受伤。台北市公运会是表示讲，这个驾驶伫出车进前各种的检测技术拢有合标准，车祸的原因还搁需要调查。监视器倒面顶悬看到公车行驶到路口无停落来向前追撞，头前4台停单机车拢扣弄着，3个骑机车人身体真个所在路着切着，甲再送医了无要紧。公车驾驶家己讲，雄雄刚起袂赴动车。车祸有点感冒恍神。感冒恍神。OK， 那当时车上有多少乘客呢？车上人很少。因公车驾驶恍神，来不及刹停。致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4辆机车。意外发生了后，公车暂停伫路边，警方先甲驾驶带回查清楚案情。初步了解，40多岁的驾驶员前几天开始感冒，身体有淡薄无爽快。不过出车前血压、体温拢正常。到前一天，新北市新庄嘛发生一件小巴士司机开车时阵发生心肌梗塞的状况，好在当时伫路边用餐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到场共急救，后续嘛顺利送医治疗。少年所发生公共运输驾驶身体无好的案例，台北市公运处表示，依照职安法，各公司本来就需要照规定，予员工定期健康检查，后续健康状况嘛需要追踪关怀。运输业者也必须对员工进行健康管理。出车前，大家拢爱磅血压、体温甲周测，精神状况嘛需要经过参管人员确认。如果说在出车前就已经发现他的状况是不适合开车，那就会先让他做休息。如果行进中发生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交通事故造成他路线没办法继续行驶的话，那这部分会由驾驶长通报公司。台北市公运处嘛讲，虽然大客车驾驶欠人会互调度较严，不过驾驶出班前拢爱经过健康状况评估。对最近天气变冷，嘛会个特别提醒运输业者爱注意员工的健康管理。若是无最好健康管理，会伫公车偏感互人扣分，影响评定。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这影视产业幕后的工课，咱拢知影讲，这拍动作片电影的时阵，复杂的画面，也是讲这个枪战等等呢，除了是需要大声来设计动作以外，这个特技嘛是真重要的关键。今仔日下暗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阵幕后的动作特技人员，来了解因到底是安怎成就一出电影。3、2、1。电影内底复杂甲调情的画面，虽然敢若短短几啊秒钟，不过背后拢是靠专业的团队周至的准备，才会当确保效果甲安全。即马台湾的影视动作圈内底，足侪少年辈起来，其实这个少年辈对安全这块愈来愈重视啦。因为以早像可能我的先辈，也是我的先辈的先辈，迄当阵是你只要动作做了好，有过。是导演要求的，动作做甲就愈危险愈好安尼。小拍的场景，若要看落日头8天，看落哪像真的？哪位真悬的所在落落来，用啥物款的姿势甲方式较袂受伤？还佫有小拍跳招的眉眉角角，是正做动作特技人员初阶的课程。OK， 好，来你看哦。有咱今仔上课的部分安尼，就是阮嘛是平时拢爱学讲怎样保护家己，然后安尼才会使阮出班的时阵，才会使尽量莫受伤。洪世豪从成立公司以来，就甲成员拍拼改善动作特技科的工作环境，亲像位真悬的所在，跳落来涂骹珠仔练习，伫要练习火车烧龙进前，踮引擎挂顶悬粗软软的珠仔。也佫有拍伫车的顶悬，伫车驶行进前，详细确认有用安全圈仔。甲早期拍片无共款，现出是这个科仔是佫较注重安全甲专业性。我肯定会继续做这件事情，虽然就是过了10年后有一个稍微到瓶颈，然后有点疲惫，就发现好像我做了很多我自己认为的付出，好像进步的程度有点慢。但是后来又想通了，就觉得当然是慢的，因为所有人的不管他要练什么东西，都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持续的下去，想要让台湾的动作更多元、更有趣，或是更完善。台湾动作特技虽然起步有较慢，不过是发展了真紧。这阵新生代的少年人，期待未来甲韩国、香港等等的所在会当做伙徛起。在国际舞台展现台湾动作特技独有的特色。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再来看这个建筑师汉堡德，伊是台湾现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亲像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也佮有绿岛的林权纪念园区，全部拢是伊设计。而且呢，有真侪咱台湾真重要的古迹，亲像是鹿港的龙山寺等等，嘛是伫伊的手里开始来修复。今年拄啊好是伊往生满10冬，国立台湾博物馆是来举办特展，要向这个建筑师来致意。因为建筑是为人服务的，是不是？不是给你，你自己家里你爱怎么做怎么做，是不是？所以你要对文化、对这个社会负责，从思想出发，使这个建筑有深度，使建筑师变成一个深刻。建筑师汉堡德1934年在中国出世，后来因为战乱搬到偏湖，甲一生拢奉献予台湾的建筑设计甲教育发展。伊伫2014年过身，才到80岁。伊在生时创办建筑甲建筑、景甲上等等的建筑杂志，嘛做大学教授，启蒙侪学生。但已经过身满10年，为着要纪念汉堡德的贡献，国立台湾博物馆为伊办特展。汉先生所引起的这些，不管文资保存、建筑教育，或者是建筑的观念上面呢，都影响了非常多的人。那台博馆这次为汉先生办的这个展览呢，是挑选了很重要的几件作品。汉堡德毋但是绿岛纪念园区甲林权纪念碑的设计师，乡村有一大片古早厝形式的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嘛是伊规划设计的。汉堡德非常注重文史，伫1990年代启动大博馆和鹿港龙山寺等等古迹的修复。伊的查囝表示，虽然老爸过身遮久，不过伊嘛真幸运，全台湾拢通看到老爸的形影。他真的是尽量的活的，看所有台湾的每一个角落。So，
我是对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大埔官表示，汉堡店是台湾战后非常重要的建筑家。这届规划地点计强是选出1960年代至1990年代14件代表性的建筑作品来展出。那模型嘛有设计师工图手稿等等，希望让愈侪人了解汉堡店对台湾建筑文化的贡献。记者卢尚如、王庆忠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要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对2022年拍到呾，这欧洲各国拢有感受到罗西亚对因的军事威胁。其中呢，德国就来进行一项碉堡的计划，除了清查防空壕的各状况，也打算要改造现有的地下停车场，也有地铁站等等的设备。万不因若发生这真紧急的状况，就会当互民众赶紧去避难。位伫慕尼黑市区的这栋大楼看起来真普通，其实这是一个防空的设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民众就使疏散到这来避难。德国媒体伫25报道，德国为了因应国际紧张局势情况，内政部正伫进行一项碉堡的计划，改造现存的地下停车场甲地铁站这设施，以便伫紧急状况时，用有够的所在来疏散民众。Also wir müssen die Safety und die Security gemeinsam sehen. Das heißt also, wir brauchen für einen solchen Krieg zunächst mal die Abwehr solcher Waffensysteme. Das heißt, wir brauchen ein Sky Shield. Das ist der Bereich Security. Auf der anderen Seite brauchen wir Schutzräume, die in den Bereich der Safety gehören. 俄罗斯伫2022年2月对乌克兰开战，和德国在内欧洲国家提高边防的戒备，德国就开始清查境内防空的设施。原本的2000个防空壕，大部分是二战时期乌的，已经真老旧啊。真应用的避难所，敢若剩579位，应予48万人使用。这对着4800万总人口的规模来讲，是明显真无够的。官方也有估需要21万的防空设施，才好来应付紧急的军事状况。改良现有的停车场、上班大楼甲地铁站设施，也正做现阶段首要的民防任务。其实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了后，真侪德国人拢开始准备，家己开钱去买防空的设备，也那些制作设备的公司销售量也因此增加3倍。Sogenannte Ventilöffnungen für die Zirkulation. Hier kommen dann in den Ausbaustufen entsprechende Explosionsschutzventile werden hier verbaut, sodass sie auch von außen kein Gas oder andere Sprengsätze einleiten können. 根据德国之声引用一项官方的报告指出，德国要完全准备好民用防空设施，要用25年时间。这个费用大约要大票4.8兆。德国官方甲民间的军防意识真悬，未少企业邀请军方的单位提供建议，最好面对紧急状况所有的准备。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法国巴黎的圣母院伫2019年时阵发生真大的火灾，即卖呢经过5冬外的重建，今年12月初7会当来重新开幕。总统马克宏昨去到现场来视察，伊嘛才学了这个重建的成果。巴黎代表之一圣母院经过5年外定期甲整修，就要搁开放。法国总统马克宏自到时经过大会了后第7摆来遮，也按算伫12月初7暗时举行开幕式进前最后1摆来巡视。虽然圣母院外口还有机甲吊车咧做最后整修，不过内部已经是新擦擦，互马克宏是真懊恼。Et je me souviens comme c'était hier de la Pietà qui seule émergeait avec le plomb qui tombait encore.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上代表性的历史古迹，2019年发生大火进前，每日平均接待将近4万的游客。5年半以来，整体计划有全球捐的钱超过8亿4千万欧元，差不多代表2888亿的善款，动员2000外的木工、石匠、艺术家、修复师甲建筑师等人力。It's amazing. I think it's just all of the work that's been put into it, and from all different teams. And I've been very, very fortunate to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o really get to actually make friendships with people working on the restoration site. 2019年大火了后，马克宏承诺5年来定期圣母院搁重新开放参观，这次就要举行开幕式，不过定期工程按算还搁继续到2030年才完工。
不过有批评声音，这期移风关的开放是会对现马克环政治承诺，不过也能出面为讲话，因为当阵火灾进前，内外大细整修工程也捌断过，开放参观的时阵，部分园区进行时间是正正常。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那今仔日这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3度到23度，中部地区11度到24度，南部地区是11度到25度，东部地区12度到23度。外岛地区13度到21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